大家好，我是红哥。先赞后看，好运不断啊！一觉醒来了，以太坊的 gas 费用上涨到了150多 gas，直接创了去年的新高。所有人呢都还蒙在鼓里，有人却又赚了几十万。这就是在加密领域的一个信息差所带来的一个差距。你掌握的一手资讯的越多呀，获得的财富的效应越强。就比如呢，比特币的闪电网络上的各种 NFT，虽然免费的呢依然是最贵的，因为你获取信息的能力全靠新闻和各种朋友圈的相互传播。当你看到的信息资讯之后呢，别人已经退场了。那这就是加密领域的变化之快。随着 gas 费的不断上涨，的各个群里开始炸锅了。但是红哥呢依然在研究一线市场的各种的一些项目，并且呢进行了参与，每天呢至少会有那么一个优质的并且明确的一些空投项目。那这个呢是十分适合很多新入圈的玩家，在资产不多的情况下呢，也是可以以最低的成本呢去参与不同区块链的项目的一种方式，并且呢红哥呢还可以带你在所有人对高盖茨一筹莫展之时呢，可以参与到空投的技巧。如果你还在门外徘徊的话呢，不如直接加入红哥的会员YH2023-520，带你通过区块链呢获取了第一桶金。红哥将会以最专业的态度呢手把手教会你。那币安链上的域名和以太坊上的域名呢，终于达成了合作协议，看来合并呢将会成为未来区块链项目的一个通向未来的一个新的趋势。那么你是看好 ENS 呢，还是看好这个币安链上的 Space ID 呢？那可以在评论区打出你的观点。随着美联储的加息市场呢已经进入了一种无声的状态，影响呢开始越来越小了。而且呢，我们在前几期节目当中呢有讲过，美联储的这个美元的这个霸权主义呢已经慢慢的会结束了当前呢已经有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去美元化了。而此时的美国呢也开始越来越焦虑了，不知道今晚的就业指数的表现会如何？接下来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但呢，有可能会令人担忧。白天的行情也处于震荡当中基本上可以确定没有资金入场，但是呢，也没有过多的抛售。那在另一方面呢，将会出现一个新的拐点，那就是美国将会对所有有关这个身份的一个基础设施和分布式账本的会进行一个制定标准。当然它有对这个8大领域的进行一个标准制定。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它的一个标准制定的一个策略。同时呢，他们也要保持人工智能在美国的一个优先地位这个呢还是在做一个军备竞赛当然这一系列对于区块链的领域来说呢都是利好。市场呢毫无这个波澜，大资金呢也迟迟不来。山寨呢确实满天飞，信息真假的不详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参与到区块链的领域当中的话呢，不妨进入红哥的内部这个会员群。红哥将手把手带你进入进入这个区块链的这个圈子。你就带你玩转这个加密圈，获得你的第一桶金。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还没关注红哥的可以加个关注，点个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